有真侪人呢，若阵赛车去到花莲佚佗，行到这个所在时阵呢，拢爱停留伫遮翕一张历史的一个相片。讲到这个历史建物呢，德鲁古牌楼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咯。不过，这负责管理的太管处长下晡3点多，因为这吊车的手骨无甲伊修好势，经过时阵就弄起哩啊，害这东西环贯公路的支就落落来。太管处表示讲，会伫咧半年内完成修复。甲自翕这支地甲正暗，一直是快门，换一个角度，搁一张，和牌楼做伙翕，这个打卡的景点太鲁阁口的牌楼，即马煞变形。做东台湾代表性的地标，经过风台、地动共款拢定伫遐。等到即摆，互工程车规弄过来，调数的阁是家己人，驾驶含车拢是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。我们自己的卡车为了去加油站加油，那经过牌楼的时候，不慎把中横公路牌楼的一个横杆稍微有受损。案发的前后比一个顶悬的婴仔排风，当时环贯公路的题字拢总落落来无去啊，中啥物拢无，其中管制字搁长去，顶悬的条嘛拢有损坏的痕。太管处回应讲，受到狂热风台扫过，园区内真侪树仔拢倒去。测试下晡3点外，这工程车清运了，吊手无修好去弄掉，即马拼半年来完成复原，但爱开偌济钱过来评估。就看太管处的时间，他什么时候找到经费，行政上面能够缓过来处理这件事情。太鲁阁的牌楼是真有历史，牌楼的主体是3间4条式，标管60公尺。民国79年正式启用，纪念台湾出现第一条东西环贯公路。顶悬这6字，阁是当代重要书法家王仲维手写的，用乌底金字表现。在民国94年，牌楼嘛，互当地的政府列作是历史建物，去年才整修完成的，但即马就随个弄歹去。我个人是觉得还是要修复，无论如何，它在文化上来讲，毕竟也是花莲的一种地理，也是一种地标的象征。特别是它2年前才刚修好，那事实上我们找资料，它在1991年被撞过一次。一摆认为的疏失是破坏历史建筑，相关单位都要搁较注意，因为若搁损毁啊，搁安那修复嘛无法度回去到上开始的模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